好，开始。哇，是毋是个长线？嗯，好，你大遐吼，到法国诶，你的信号无解好，安尼敢有听着？我听到但是信号，hello 不好，hello hello hello，声音就歹。喂好，安尼听，hello 应该是嘛较好。hello 好，你继续。hello，诶，hello，你无听我的声啊？来敢有白法度？安尼咧，迄人有有有，安尼咧，安尼嘿，讲。好，你这敢有法度瞧哟？我当听你讲你诶，无诶，我嘛无法度瞧，因为网络哦，就拢有一个会拢会只有歹就是歹啊，一个网络尔，未通嘿啊，未通就未通啊，无度。哦好，来嘿啊，继续。嘿，嘿啊，嘿，安尼咧，好嘿，啊，到法国来拍台湾，好，海人又搁将拜登拆到边地，迄迄时陈云平伫遐做传道，迄叠迄叠领事啊，是迄叠领事官，诶，等者，迄叠领事官甲该务司去见老钦差，就是台湾的总督，将即个代志讲明，互伊听。伊讲现时愈着了乱，无通照顾，真实咧，打车安心。迄间拜堂有起偌济群，伊要先出来白，叫该牧师着国去，着国去，哦，了解，着国去。该牧师就说法国去到184年3月17号就起好一般是会读3月17啦，吼，啊变哦，着，3月17，啊，毋过后壁有一个号，就是3月17号。我意思是个十七号，哦月爱读哦哦变着。了解，哦，对对对对，爱变调，3月17号，安尼吼，3月17号就起好刷，诶，刷现场，现场，嘿，现场现场起互上好帝。刷，哦，了解了解，刷现场，哦，原来现场有即个意思，嘿，现场好上帝，了解。好，继续迄日有8个人领洗礼，也有传道学生会友对四方内不知侪人有有刷三甲诶有刷三甲手圣餐啊，了解手圣餐。有刷三甲手圣餐意两主来看的人也真多。嗯，啊，我有想讲，即头两抓拢有出现迄个刷，起好刷哦，迄个了解。啊，有刷三甲手圣餐迄个刷就毋知影意思，刷三甲是嗯，是刷是共款的意思，接刷三甲手圣餐安尼，可能是呢，我嘛毋知，估一滴。嗯，哦，好，了解。毋过重点知影是手圣餐就好。嘿，好，即段长长的，你感觉来好，读一来遍？我读讲啊。到法国来拍台湾，歹人又搁将拜登拆到边地。迄时陈云亭是伫遐做传道，迄碟领事官甲该牧师去见老钦差，就是台湾的总督。
将即个代志讲明互伊听。伊讲现时拄着扰乱，无通照顾，真实的，但请安心。迄间拜堂有起偌济云，伊要生出来爬。嗯，叫该牧师就搁起，该牧师就说话搁起，到1885年3月17号就起好现场。迄日8个人领随咧，也有传道学生会友对四方来，对四方来，对四方来不止多人，有刷三甲收圣餐纪念纸来来看来看的人也真多。嗯，好，继续吼，阿一段。诶，Hello，应该是好，起好嘿，刷现场，甲有刷，嘿，应该我咧以为应该是相款意思。嘿，嗯哦，就是接刷迄个意嗯，思。应该是。好，好，咱继续。啊，继续阿一，好，继续阿一段好。迄日该无书，该无书刷到刷到报告嘿，刷到，嘿，应该是刷到，读本调刷到用起笔来，稀笔来，用嘿，稀笔来砸十张八十耶稣基督，等者耶稣基督对，诶，对，耶稣基督对遮教对单，早到达，对早，就对早教单，教永远无变化。嗯，耶稣甲帮甲人讲，本年的拜堂是去土甲的。土无角角的诶，嘿，土角应该读本调好，土角的碎碎打是去石的，迄个碎碎是什么意思？对碎碎，对，敢是真小，真碎碎，来查看觅吼。应该是细单，是起少诶，起石的了石头啊，解意思就是石头啊，哈，嗯，毋过迄个碎碎，哦，了解，碎碎一个，就是讲本地是土家，迄个是碎碎一个，安尼，吼，好，本队是土角，诶，啊，即嘛是石头啊，我即摆个石头啊诶，嘛是较大诶，迄个意思，啊，搁较就是大咧，大大诶，伊即嘛讲细石头啊哩，嘿啊嘿啊，哦，好，行，碎碎打是去石诶，较大间，嘿啊，安尼，较大间，搁有拍哦，所以伊欠一个伊，嘿。到点伫遮啦，系啊，就是欠一个所以讲拄到点，则就是嘿到点爱嗯，伫咧细看后伫搭壁啦，诶头前吼，对啊，细细到点搭是起石诶吼，安尼都讲会通啊，啊是起好好少诶，这石头伫八声，哦哦哦，起石诶，对对对，第八条，起石诶，好，较大间，搁有啊比恁诶经庙较悬，恁若搁徛就要。等下吼。嗯，佮有塔比恁的经庙较悬，塔即个哦，塔里爱读本调吼，塔爱塔嘿塔好比恁的了解。嘿搁有读比恁的经庙较悬，嘿恁若搁徛就要去铁的，铁的，铁了解。帮甲人
看见拜堂的塔遐悬，塔遐悬，歹势，塔遐悬，拢无阻挡，反倒讲是放假的风水塔，风水塔，风水风水塔。了解啊，迄、个，先继续，哦，即只即个风水塔字是塔，是迄个名词的塔哦，tower。耶稣的塔。哦，了解意思啊，是，所以讲伊就讲迄个拜堂是放假迄个所在的风水塔，了诶，解。好，风水塔是放假的风水塔，风水塔，也讲是三三地乡三地乡塔。因为迄年是放假有三个什么敬秀才，安尼吼，敬秀才对迄碟了后无偌久，遐个做对着家，有诶来信主，有诶做朋友。啊，毋过我就想讲头前迄个三德乡。三德乡是迄个德乡是倒一个字？三德乡，是三德乡，三德，所以讲迄个德乡是啥物？毋知呢。三德乡好，什么意思？嘿啊，来查看觅好啊。三德乡，迄看后壁知影是讲是即三个秀才，啊，毋过为虾米是迄个德乡是啥物字？毋知影。毋知，查无。嗯，来看觅三德乡，嗯。啊，先甲即段读了好啊吼。三德乡塔高对迄碟到遐做对着嘛来做朋友。好，继续。到该无输要转去加拿大，因有送伊牛线。牛线是啥物？牛线，牛线，嗯，毋知呢。来查看觅牛线，毋捌听过即个词呢。牛线，哦，是一个雨伞迄个伞，牛哦，是线。这个吼。哎呀，足特别。大官出巡，诶，大官，呵呵呵，因有送伊牛线，也几若百这啦。人。嘿，你无分享你的画面哦。哦，无分享。诶，有看到啊？诶，即嘛是转去啊？Hello，可能个断线的款。嗯，哦，所以你信号无好。诶，好，听着。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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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有，听着。呀，我就想讲，啊，遮久拢无看到你的画面，诶，安尼就有听。好，啊，即马咧，即马有拄则因为信号无好，我拢无听你的声，即嘛，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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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转来。嘿，
呵呵这个呵呵呵，面线，即嘛有听，呵呵呵，你有看到迄图安啊？尼有听着，对，好，哦，看到啊，诶，有看到迄个这个是，地理原册的诶图，诶哦，原来是星座安尼，诶，了解了解，实在是即嘛足古早啊，即清嘛即嘛清国迄，庙应该会啦，是清国迄时的风俗吼，诶，对歌毋是即嘛即嘛安尼，庙会嘛，佫有咧举即即嘛种诶，哦，庙会阁有用哦，哦，嗯哼，即嘛你嘿，若你像妈祖出巡哦，啥，原来嘛是佫有，是安尼，嘿，哦，哈哈哈，好，了解，嗯，好，咁麦继续读后一句，嘿，你甲读了，好好好，有送伊牛线，也几若百人送伊到迄阵路头，用鼓车赢，等下，用鼓车赢，迄个嗯，赢是啥物意思？赢，赢本来是赢子的意思，嘿啊嘿啊，嗯，嘿啊，啊，毋过想讲即个所在用赢，敢毋是迄个意思的倒变啊？嘿，因为伊是要离开，伊毋是要是啊，来啊。嘿，嘿，所以讲，即个赢嘛有送行的意，敢是也在安讲送行送别的意思。呃，来看觅啊，我嘛毋知，我好，来看觅。无即个差无即个字，哎呀，你敢是代理店敢是拢收 NG 开头迄个字尔，赢。哦，对对对对对，哦，伊讲是嘛是有赢成，嘛是有赢字。应该是安尼啦吼，好好好，了解。嗯。嗯，遐即个画面想起来嘛是真趣味，因为讲伊是用迄个亲像描绘的迄个仪式 ritual 去送迄个解剖师，嗯，嗯嗯嗯，就趣味，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好。迄日开幕书说教用希伯来13章8节，耶稣基督对早教导到永远无变换。耶耶稣甲孟甲人讲，本然拜堂是起土角的细，但是起少的较大间，搁有塔比恁的经庙较悬。恁若搁拆，就要起的。孟甲人看见拜堂的塔遐悬，拢无阻挡，反正讲是孟甲的风水塔，也讲是三德乡塔，因为迄年伫艋舺有三个真秀有三个镇秀才吼，可见应该是真。对迄碟，对嗯迄碟了嗯后，无偌久，遐会做对着的，有诶来信主，有诶做朋友。到该牧师要转去加拿大，因有送伊牛线，也也几若百人送伊到迄阵路头，用鼓车赢。嗯三德嗯。乡三德乡塔，啊，我拄则去 Google 啊，去 诶 Google 找迄个邦甲教会历史，迄诶个三德乡，迄个德是德下迄个德，
是哲学迄个哲，啊，雄是讲英雄的雄，所以讲这敢是第五声，写作第一声。所以是第五声。哦嘿啊，伊的汉字是写英雄的雄啊。 ，OK，好，嘿嘿，三德向头，好，OK。啊是为虾米爱叫秀才叫做德雄？嘛是真趣味吼。安尼吼，安尼感知德雄，嘿，嘿啊，我拄则 Google 是用帮大家风水塔即个汉字去找到的。无看到。嗯，毋捌听人安尼讲。嘿啊，毋捌听过头，连华语即个安尼讲嘛是一摆听着。咱继续啦吼。好，继续后一段吼。嗯，教会渐渐进步，平安经过今啊，渐渐进步，应该爱有一个加爱有一个导点吼。平安经过无代志。嗯，到1906年4月3号有聘请陈清义做因的牧师，就是设立中会了后，头一个教会聘请牧师正正做独立的教会，然后教会的人数年年加添，拜堂拜堂伤水，伤水伤水哦，了解伤水就对香槟争着争着，这个着咁是建着的着，应该是。争着，呵呵，对香槟争着，到1922年就兴国全部改着，到1923年3月尾完工，艋舺的拜堂到即间是第5间，即间是用砖石，用砖石，石应该是第8条吼，砖石啊，迄个砖是了解砖啊，迄个砖嘿，是砖石甲铁甲铁来起的，有两层，对，第3条两层，顶层是礼拜天，下层是主日学，搁有一个塔伫角头，角头，角头敢是 corner 的意思？嘿，对，角头。哦，好好，了解，我来记一个迄个角头。好，这段你敢麦来读一遍？好。教会渐渐进步，平安经过平安经过无代志。到1906年4月3号，有聘请吼，这里是聘吼，哦，好，聘，毋是聘请吼，是聘请。好，了解，NG 结尾，好，嘿，有聘请陈清义做因的牧师，就是设立中会了后头一个教会，聘请牧师来正做独立的教会，
然后教会的人数年年加添，拜堂伤岁，就对双平争夺。到1922年就成功佮全部解决。到1923年3月尾完工。艋舺的拜堂到即间是第5间，即间是用砖石甲铁来起的，有2站，顶站是礼拜厅，下站是主日学，佮有一个塔伫角头。好，继续吼，后一段。嘿，听马比台啊，听马比台前较悬，伫后面坐的人，毋是，伫后面坐的人，毋免惊，互头前的人食着，这个食哦，原来是安尼讲，食着，一般人是讲食啦，食，嘿，这吼这，毋是了解，遮盖嘿，遮遮盖，盖。抓看是但是伊安怎写写 JIA，敢是 JIA 一般抓是 JIA 啦吼，我我嘛是今仔日才看哦的。哦，了解哦，系啊，我拄着就想讲头一摆看到即个表达无共腔口啦吼，抓哦，了解了解哦，有诶，第二点有伫其他腔口嘛有收，对，遮雨遮日抓好抓遮力遮我顶都毋捌听过吼，遮抓，所以讲你诶腔口拢是讲抓嘿，抓看，讲遮嘿，好了解抓看。我无确定这是毋是阮的腔口啦，我就嗯，但是我是主要是听到是拢讲是安尼，哎呀，应日，该嘿，就是你的腔口，嘿，呀看，呀好呀看，了解，好，互头前的人食着，不是，不了遮着食着，吼，遮食着，遮人遮咱嘿，惯是讲的食着，应该是轻声吼，所以讲遮无写轻声，好，嘿嘿食着，是，继续吼，大嘿，大概大概大概话哦，对，大概诶，应该变掉，大概会坐400人，还是大概500人？应该是吼，大概啦吼，大概该为读本掉吼，大嘿嘿概会坐400人，还嘿是500人？安尼，嘿对，嘿。好好好，好，这段短短你敢买来好读一遍？听马比台前较悬，伫后面坐的人毋免惊，互头前的人食着。大概会坐400人，还是500人？嗯，继续吼，后一段，诶，早年两边的参与参与是啥物？参与就参是与，嗯参与，毋啊是参与讲毋对啦，趁会之说迄个趁哈，趁与。参与啊，就是哦，原来是这个预圣经讲的言的意思。参与，就是那敢嘿，若预言，哦，了解了解，诶好好。，prophet。所以讲拜登讲有这个所在哦，这个专门的所在，我第一道看到有也是安尼写，伊的意思，也是伊的意思是用就是挂字，也是刻一个文字我毋知咱继续一款。看好无，因为我毋知好，你讲继续看好，啥。系啊，好。早年两边的参与，当有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啦。应验有应验是了解意思。当写伫会下对，我毋知伊讲嗯，两边是你讲倒两边呀，啊？吼，这个我嘛是讲两边是倒两边哈，好，毋知，就是后壁，继续看。咁就是后壁两边啊，所以讲这个两边是两句的意思，敢是我都毋知，我都毋知你讲倒位。啊，了解，
敢毋是后壁两个，一个是讲家务事讲，另外一个是三代成讲，所以讲就是网家人甲家务事这两边。应该是你看，敢要继续读？好，你先继续读。甲看了，无我真正毋知你好，看啥。第一，好，第一家务事讲，拜堂搁去买啊，拜堂搁去要比恁的经庙较悬，即点有应验。现时拜堂的正塔实在有比房价所有的经庙较悬。好，了解。第二，三大成功，若有三大成，就无耶稣教；若有耶稣教，就无三大成。也已经应验三大成无去，耶稣教要伫咧，原来是这个意思啦。呵呵呵，嗯，好，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所以这两边是讲有信教甲三大无信教的成加这两边该无书，人，嘿啦，系啊系啊，对啊，嘿嘿，就反对是这两边。反对基督教甲基督教本身这嘿两边啦，两造啦。嘿，系啊系啊系啊嗯，是，系啊，早嘿，年两边的参语，当有应验，当写伫下底。伊家务事讲，拜堂搁去要比恁的经庙较悬，即即点即点有应验。现时拜堂的钟塔实在有比网价所有的经庙较悬。二三代成讲，若有三代成，就无耶稣教；若有耶稣教，就无三代成。也已经应验，三代成无去，耶稣教还伫咧。嗯，嗯，好，好，继续后一个嘿，部分。是，嗯，大会，嗯哼，台湾的海事东西啊，等一下，不是台湾的海事东西，嘿，话话，东西跨话，嘿，了解意思啊？话，迄个话，东西看话，东西跨话，嘿，跨话是什么意思？应该是东西话啦，吼，啊，哎呀，啊，为东西什么会加看话，一个跨咧？嘿，加一个跨就毋知影意思。嘿，跨话，嘿啊，伊个跨话的解说是跨甲话，嘿，啊，毋过为什么会安尼讲诶？应该是东西话啦，东西话遮，嘿啊，应该是东西话遮着啊，好。无就是太嗯，薄啦，东西较话哦，啦，哦，对对，安尼啊，对对对，嘛是，若是较话嘿，就讲会通啊。嘿，东西较话，嘿，继续南北较长，对啦，应该是较遮着。嘿，好，好，诶等一下我看觅，东西较话，南北较长，所以人伫南北较侪，东西较少。吼，道理传入台湾，大兴南后来到北，南的舞会，诶，南的舞会英国，北北的舞会加拿大，加拿大，了解。哦，原来是安尼，好，到派有三档，有是啥物意思？派有三档，嗯，来查看觅，迄个曲，派曲三档，是人做会派曲，嘛毋过毋知影这是啥物词，派曲告牌。曲三告派。重，嘿，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嘿，你等下吼，对，好，对对对，爱讲安怎？拍者阮查某囝卡来，你就等。好好，爱讲安怎？我咧读册，我咧上课，安怎？你伫倒位？
几点？现在啊？哦哦，好好好，没问题，不要紧。即马在载你哈。OK，好，你等我一下哈。OK，好，拜拜。我来采访查某囝哈，系啊，咱即段个没问题。读煞啊，拄吼，好，系啊，拄好，这段他刷对，后礼拜继续吼。教派好，曲教三派曲重嘿，三档，嘿，边边边边是老教会，拢嘿，是基督教会意思。好，安尼安尼的确有有希希望望，联合的的确心有志，希望有联合的心地心，的联合的心的，地的嘿，嗯，123好，也了咱头来解意思，听吼，我来采访查某囝歹势。对的。好，好，哎呀，好像，好好好，没问题，后礼拜过来大家哈，继续哈。再会。好，后礼拜再会，好好。好好。